我家族後人一向低調到極，但近年第三代終於開始冒起，個個爭住為家族爭光。當中長男孫李長熙年僅16歲就創辦環保生意，家姐李思德則加入長實，正式繼承家族生意。兩姐弟用實際行動打破富不過三代嘅宿命。李長熙早在2022年，佢先至16歲，仲未成年嘅時候，就同3名同學一齊創辦環保品牌 JOY。因為當時佢未成年，要由母親黃麗喬出面出任董事成員。最犀利嘅係呢間公司嘅顧問委員會簡直星光熠熠，唔少猛人坐鎮，包括私募基金高層、香格里拉酒店主管等。就算喺學校，李長熙都保持低調，因為身份特殊，學校特別批准佢可以帶保鏢上學，進行24小時貼身保護。其實當年為咗想孫仔跟隨佢爸爸李澤钜同叔叔李澤楷嘅腳步入讀聖保羅男女校，我曾經有意向學校捐出9000萬，點知學校堅持原則，拒絕讓李長熙帶保鏢入學。我最後唯有改變主意，唔再強求。佢外形十足，翻版李澤钜，笑起嚟同爸爸李澤钜簡直係一個餅印。